大家好，我係助理校目 Alex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書係《香港基督教史1807至1997》。我曾經喺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上過中國基督教嘅歷史課，任教嘅老師正係本書其中一位作者邢福增。如書背所述，香港係一個中西文化、中外人才匯水之地。認識香港近200年嘅基督教歷史嘅時候，我哋會發現基督教同呢個港口城市唇齒相依嘅關係。基督教喺社會唔同嘅層面，包括教育、醫療、社會服務等，產生好多嘅互動。隨住政治、國際形勢嘅演變，教會持續咁樣喺唔同嘅時期發揮出上帝關愛世人嘅精神，為信仰做見證。適逢今個星期係宗教週，希望藉住呢個機會鼓勵大家閱讀，從唔同嘅視角更立體嘅去認識基督教信仰。